长篇评弹《玉蜻蜓》第7回火烧豆腐店，由蒋月泉、姜文兰演唱。队伍的老板只想起十字归家，实在夫妻同年40年才5不小男的，还有那是靠得了抽洋泥之心，是该个辰光了让发动了多少洋车。那么俺怕俺呢不是自家养么这个哪不的，吃哪弄法，吃的。只想起有个妹子叫朱三家高郎同家女，心情瓦推个女三娘，别过30日天，这个哪分堂办了，要么还妹子来引哪吧，打三家一讲么一拍一明白。那么在高头要动一动口子，本家门起来个小狗啥辰光养的呢？这哪是哪个日人，我是我个日人，要动一动口。只想起是这个，我们可以亚西走来，谁到小那个辰光，个星光黄昏辰光。你大讲啊，啥个黄昏时日，没好黄昏时日，但还巧呀，这个日人但是吃不了多少针。他是呢，现在这个世人弄错脱了，将来这个小男谁也不能够为牛，世人浪向也别讲。黄昏虽是得不了多少针，门家的在还驾驭昔日的时候，裁定的提个队伍不马出，小人小高，走切的。小男丁子们一日都要得来浪水浪向，实在呼吸不够。那么出毛病，本来做出来个队伍18岁人，手口地挺紧，现在做生意不波及。黄队有个辰光嘛，盯着辰光太多菜，黄队出只牙菜，跟那个牙出只上帝还买黄队牙，西队也不还买斗队牙，而且出牙个黄队呢，组织队伍了，这个颜色也黄的。就说原来做出来拉旺的西侧，手口口大大，刚刚做出来没把，拿块12个布堆一堆，等起掀开来一口红澄澄，谁要他们听叽叽，压力口还得喝出去，哎呀，只是要几天我哪做得成50队伍你打白不？那做生意发波及嘛，马卡本来是那口子。本来里头一家人要买60几黄板灯，原来50几、40几、30几、20、30、12板、90板、跳步板、56板，1板妈妈不拘泥，生意弄得一路天上。有2个铜钿么贴光，老板娘娘有点水什么去浇光，上面夫妻，那鱼茶鱼米么这个老板娘娘会当那要好的，浇出这里个水是会弄得明白。但是个老板娘娘可多起在去花到小男身上，那个小狗不把那丁子们弄得你讲人家一塌糊涂，看见么对浪上一挤，拐上么东旁上一步，小要了浪去哭，一年下来，做个队伍嘛500人马得他自家吃，经家队伍、门家等队伍，后日生意队伍，吃得胃口来的。加上今朝个知县去不大抵挡呢，心里想着在昏闷不卡稳，那浪出眼里。再讲南后的那个3先生，看下来，他的高从山高下杀的，一看么电器浪出眼里，也很。电器啊！哦，3先生。你浪做啥？5少个。出眼里不是？哦。啊。上对灰。别那个哈，做生意你们总归有关，3年好运嘛3年坏运，我们是要有水性。哎呀，我们是清楚每对路你们讲了还给生意不好。我是扣上去5岁的子。别瞎说啊！我的真正出来，哈叫气静静做生意。哎呀，啥了队伍不重要啊！做出来不你毛都让自家去么去做的啥去？这不有一次西方有文化的呀，你问问胡呀呀，
哪位？那地水你们是拿不去了，队伍也走，你做队伍够我海里，车上来，说话最是书让你去对对，马不他们名叫外塘队伍够这样还马东的，啊是，我地真认识来呢。3岁上来不晓得做队伍够嘛要本地的，3吃光的呀。我们说不在地水呢，来，人家，给他来拿2天动力去呢，来，啥干？拿2天动力去。来到拿2天动力，哎，哪不能说出来？啊，鸡汤菜。这爱得啥？啥个爱得啥？你那个条条歪歪，再条不来，这条不歪，来上当回来。我有个呀。不，我不牛不，我不。来吧。别，吃口水呀，弟兄。中国口的中国。妈，我看那是呀，姐姐，别着俺看啊，一个人出门对路，你就是要弄出点人来，来娘。你看你自家你就信嘛，怎么非要不随人带去？所以时时刻把队伍够。欧水白门开嘛，带口吃一番。一天动地挪过来了，让山坡里向半夜半么里要出去点黄队，不就那个老板娘娘了，让鼓浪响。只三家里把子小肉了，让乡里人家不是呀，我地道里500人了，搞去吧。搞去吧，老板娘娘里去了当地，上车，我出去对驴子，上那个天灯落得来个东的啊，3岁上吊本我给了我来上班吧，落到12个字头明白么？上一顿再也晓得，还有好闲话，中不中都考不定，啊，上我来地道里500人，来起孩子吗？推出这么子呢？这爸爸来让唔少天呢，都挺好在，这就等于讲这个，实来唔少天。只想起来还拿着3把肩高浪一骑，打出队伍的嘛，不出来拿个白点口一口。啥的啊？等没开始，穷没穷那个纸房子走廊收下来个2间一批自家房子。今朝吃这只饭了，我要去看看地方，拿张黄旗，还有啥个几十片动地，家底账我要把它的。难得让口中的纸房子，不觉得今朝个纸房子，它也舍不来口的。南前子3把最么老板娘娘下来烧饭，我锅盖小开了，一锅么里喷上面去。夏天么火高浪3才灯下头，也是灯溜。我锅盖当个眼睛一拐，这关去走队上那份人就在俺乒乓台上，坐在小火阿灯上，当阳红么里眼睛烧饭子。靠上一盆大茶的，去拉一把出来嘛，外好草布，地上户澡堂里向推进去，分析那个户澡的与外风的，这个一把硬特子，硬他们的拿出来往地上一躲，再为那个草布，推进去的还有硬特子，里设3部分要，因为这个大茶有点少个。老板娘娘想这个地方呢，说子饭是个饭要温香的，那么哪弄法呢？他还不得想出来。去年冷天了，天实在冷不过，鼓浪向里铺地我，第一个大茶，1年下来种狗子，这个地方可以烧饭。身体红纱能立起来，那么那地上这个3把的大大阴阳，谁家不一样？分大一么个他家让3把的拉上苦苦，那么个人光女人了。不能独享人家的，总要少一点军格。老板娘娘一点老步军，可他让3把的那像苦过么老步军的军部一月，你不晓得2天拉上去，头面3把的要的要么不养飞，要么在上头娘，轰一抽的，靠墙一捆驴羊。一捆驴一样上头看我是做队来上就会迎合，轰样上头3根骨杀真正一些打个喉咙上3条呀，后大一听小人老板娘娘不晓得，到骨浪向铺地我勾带到一看，让2天上下来那个1棍针啊去，我要过上去门家要弄着。今朝要辅导再厉害，门家要落雨噻。那浪半2天浪向，他还是听见半夜的哗一声音，
老板娘娘派追来一个虎子的狼，立马也不还要虎大。那么那快递拿个狗蛋让嘛挂出拿死那叫娘。加上那个你的邻居工，今朝虎大小人工才是那个三玻璃跑。哎呢，我们西路那个三玻璃也可以，这个女人拍着拍着，咱们不两记得还连人连狗蛋的，这种三玻璃上奔跑来，当然他不的。可用这个，可没可用？剩下的要卫生样，写这些空，重新一抽的嘛，你这个狗蛋子，这个虎气虎样，虎子里的还让老板娘娘面孔扎啦啦的一撩，痛这个老板娘娘哎妈的还不去，撩了那么头发眉毛眼睛嘛晒太光，扎面孔当牛骨的感觉。你晓得今朝个虎踞不人，当当跳得高了嘛？哎呀，对公叔叔伯伯，家长都当我口口。哎，你我里想出我虎家在，虎家为了对你出我的。那么那场虎家也好，讲的抢不光的，18推门眼里高上总要包了，虎家都要收光。上18抢江部，稍微有一点点乡里面比较定心的，不要紧杀路了。当等到路路杀起这么些这些龙狼来追后，费用那句队伍的两家边拿房子相对扎开嘛，非要就是为离来不人家几条龙杀，但还有一些功夫总是拿给他后追引，今朝水上队伍的把人家分离来拖在上，东家经过来着。张家起后队伍的那喊起后来，白娘娘稍微打虎队嘛，搿来地方早已经知下去，是虎队外在大比的大罪，做了有送的俺们里下来种的，还得分海不人干为俺们，龙浪当太平路走起，搿种地家的重新偷失败做生意吃饭，什么水小队伍的，那白娘娘们迷茫的，加上今那个新闻光带没办法走来，让你们知下去。第三波皇帝，今朝的开心，对皇帝的地理非常年纪，听到让车皇帝的辰光，大概女人让讲讲，车得忘记这个，三波里让扑出两分血，是先去开心了。这个先生哥哥你多讲两声，不懂队伍够3分的已经上岗。我里想讲主让小饭走起也吃饭子呀，今朝想混得到，头那个队伍吃得到外去。我店里想买一台酱肉，后一面上一台酱肉，你手机人这个名堂叫3层一酱。不晓得你都讲出个设备多少一些往早晓得，你也不晓得。兔子下地上走来嘛，裤子羊肉，今朝了让40几了，一台让唱的，喊一朵鲜花，哦哟喊一朵鲜花，让喊一朵鲜花。哎呦，我唱得落个啦！唐诗写的王子小偷是我看废话不咯？哎呀，去干做啥哩？来大地讲里别接啥个？我总归也晓得不？哎，等去走去中也晓得。哎，我来去干做啥哩？好，去了去。李强。老板啊！哦，王先生，李先生。来老唱还都鲜花哇！还唱。刚正楼了王听见？听见吧？听见是啥个后脚呀？是后脚了，哪的啥人家了？啥让我们我，人家龙浪乡当太平路走起，我们里头啥人，我们里头一个头上带过戏啊。那么有一个是啥个让东家飞头了，中大家前一个大一路啊。中大呀，爹去啊？啊？你到不里呀？王先生。不作兴。你啥不作兴？先去比个穷地，来追侬后啥不作兴？我追你啊！你到不里呀？哦。队伍的闪光的。这个我追你。哦。你都33了，稍微不当心。带上去个好。哎呦。队伍的在闪光的。真的？是真官。哦。你不想在前面上去看呢？我来看。到前面上登高一忙没出声，队伍的没的，上在虎发上，外有2条龙了往杀起，
姨妹妹，一个人到这个地步，来想这个心境呐，我个人口袋这样一通光盖住房子，今朝想去阿里两个同弟，应该被我跨进水舌头。今朝要你害你夫妻两个一个小工困到烧上火去，这还心里想一个难过没法，眼睛你忙头来过这个天。马子咬进人摇出去，真扑噜，沙啦啦啦，插他。那人家呢嘛，真人怪的，扑噜一只三步，沙啦啦往里两条腿套，一台酱肉插他。等些三步才起来往里手走起，不管我啥，这个台酱肉有啥鬼来吃，这个不关我事。当时我考虑了，我个专门当把门响，两个乡邻一块也觉得，哎呦，才是那我，才是那我，刚嘿，姐姐，那是那牌子啥是人民这个那都刚刚的啥呢？我娘里走起你总没晓得吧？我总没晓得老板啊，姐姐，你用不到这个难过吧？我觉得真的呀。在这那房子么晓得是一冲完10个浪了吧？啊对了，那真的呀。别说了，法院人一来个一冲10个浪，难搞人搞还走得起个来，不眼睛要往水运气那里呀。大告诉我帮忙哇是嘞。看人中胸口里弄耳朵不比还没得还只想起姓周来，不过姓周来人模样子，两只眼睛人发定的。比波场子那让地上躺着，噗一抽，这个有武功。这浪海，哎，房子晓得是有意思。我几笔当中还有银子，哎，银子有12样的，哇，这个石头是这样当的。今日的地皮当中有啥个银子，把自然心境不好懂的吗？南望焦土充满2个乡邻，还有几啥？三如后酒饮，各种粥头烧得羞羞红，那条鸡薄皮烫上了。李先生妖精我的个他，你要他去开这个大出来。奔过来到队伍的门口一口没吃，不一3脚踩了了。是，老叔叔啊，这脚都在哪里？没，还在办的。那，你都来背啊？困了，中间米了。啊，是，啥这个皮的困到见面了？是个来当时谁人家困了了？不知搞不起的，你刚中开的你还三年？哦，还是几口呢？我不了解哪里了？啊？啥这个皮的马中舌头吧，喊我虎上不了解哪里了？是啊。舌头上还那护照运气的舌头上。哦。只是狗蛋上是连高3下光的喂。啥这个皮的我是要紧张。这鸡毛。本到脚尾上想一口嘛，一个大海看到我只下去，如果你认对不认得，已经啥子吃的，好不？这哪给你好不不讲？喂，阿哥嘛。娘舅。哎呀，这种娘舅呢？但还从今朝起来的不认不认得，只认得一个好不一个娘舅。那么商量是得上大户去，众乡邻围拢来一商量嘛，这个还是是得自在家屋里。因为你都是同胞，谁做的还等待来打起。那么是在三家屋里向，这个发12天的夫妻，谢谢娃呀娃，现在是你人多了，再等待你乡邻走了的，我不猜到3人两弄。那么好的3家的男人吃手浪饭，屋里向有张铁毛，铁毛上向有根泥条的，这还对付啥个？我只想起来平时上快一分嘛，地上向铺一点水，掐了、擦了、不打，头发蓬松。10个队里已经破来了，你说破银子，一开始打翻跳，却能打击。那么后来你叫那汉子，过3两高的一商量嘛，大衣裳跟着叫，前头个乡邻口里都困难嘛，本来个衣裳还不能打，所以还得多大，但是大衣裳不沾水，啥天么黄梅天，搿辰光大子衣裳反烫，也估计了烫，搿辰光个衣裳刚就完一讲浆里。大致也这样的，顶钢锯用松子浆，等到一张钩子水下来，能慢慢喷香，浆是什么？等到浆和浪出去么落雨了，浆是在落头，我就来再打，浆和浪出去么，一样。来东北3两个洞的马浆来不开，出卡得来，洞的么在法，对面来这个吃的了，只想去等下吃青。把处理不鸡巴经过吃到，
老板娘娘是你密码晓得的，不出去的，俺难为情。等那我的一定心没一声答应我。3点呢，虽然我吃的哪这个2个人的吃粮，但还要杀死。虽然太别刚才太太吃个地白么子，已经买卖啊，空了。空问离体。上法官，那不一日，那恨无辜，我是话，你来听听我细细打。吃啦，不顾身啦，想昨日是你真口冲，3今日各位把心当。3家嘛，叮叮当心这个小女。3家，你在那里做办事，你一年到要5得空的。一口买23郎大衣裳，姑姑困下来，不要么说，等到你衣裳搞下来，你个脾气，如果是弄一面孔上一挤，碰上那一步，也吃口。那么哪里？趁这个辰光让我白里出去，带你离开去吧。大。人生别别，身上像3对3那挪特的来牺牲了。嘿，这是阴天上我门对门南门啥子？不管到你门口去压压口，大，先弄一半么过来，弄2大门一开，通常上身忙着门开上几块一放，自家上身对上手的，啪，师不先生，不是，先弄光嘛光，一点点懂了呢。一说虚了世界皮心的，总归不得的。谁叫是欢喜的嘞？谁个自个养的人？像阿三已经努力挽回的日不的，我们来讲点不你听听呀，你还欢喜的。喂，阿三！老板娘娘是打这个衣裳有的嘞，水浪爬起来的。姑娘上家。哎呀，洗衣了。哦，啥个洗衣家？那个呢，实在不得那个的呀。哎呀，你不呼吸个的呀！听见这个后尾的抽起来，姑娘，那么对这个大家形容不出。哪来？布啥子上是洗衣呢？布啥子看着也看那么夸张啊，晓得？你不这样的。呀，你个吃了不饱，这个等我回来的东家屋里腾你个大木洗出这里拉的。是的，那说的家。谁只要听阿三个种闲话，这个肉痛个，从先那么回了堂屋里。那么这边也不可，阿三说得在做得在，我让我里头不眼睛，与我了啦。那么我总要出去的呀，出去嘛穿衣裳噻，带衣裳噻。我不让我里头别做了空，我不对在电脑喉咙里插个一天，你哪能办呢？做来还1样来不及。谁叫呼吸是呼吸，为此阿三我电脑玩不得日不等，天天打起，你生气我。嘿，阿三。啥体家？你不欢喜嘛，用不到回来屋里了这个。我说这个下来，各位人我来拖拖人口，如果是呢，不出之吧。来放心看，这个只是军不人家也该追我们俩的路，晓得？
你想我弄得密码不？那穷嘛，做个穷得密码中有密码不？本家的三家是欺我，偷偷把人家不出之嘛没给你上特别的香。加上东家米浪有两个老老的品级，李子熙，杀人不是不人，生最夫西洋人了，他要带黑了老家米。杀的今朝的出来私上塌方，背的跟个啥门上相依，他要西人了宝。老老今朝对老乡比出经的方法路，身老乡几对还听死他就说。这老乡红衣爸爸，老爸爸水里向领个人把你俩人子出来私上塌方。各位老太要听过今年58岁。样样在春心，他太太同意，但还不是奴。对那同样米让科技一讲人家门开了，让他还一个是奴让不是，不是奴人科技是奴的口口也不喜，而且一看一个奴，一张是那个市井鬼东西那样标出来，开始。来了让口个东帮不得还三家里下个上头对象。因为里向的女人讲啥你听不清，我一个声音我拉他，偷偷把人家不出资吧。哎呀，西藏中想你都是要么农业了，用不到脱过农业过，要紧不住了，嘿，这老相公，下叫两分之为大娘，手中的滚滚可是要送神家，原是我老相公要的。说，原来爸爸就你的经济体来要记得给他一点安上去。阿为这个小奴马成功可是考不上，要跟胡家嘛大力不比。啊，他的呀！哟，一位老爸爸。是啊。哎，啥事情啊？几分一星。问个名，我这大衣裳，大衣裳我们家几岁的？可是一大衣裳3天死了，狗狗的人，这样始终给你弄得来害的呀。水里面非常难打鱼，往那偷来这来打，中不进。不是要洗衣服。干嘛要跟我出来？跟人家是一个人骂个人，能弄得来害的。有个人在卖茉莉的来上一等，又不是的。哦，又不是大衣裳，你这个跟我出，干嘛有啥事体家？请问你手中的滚滚可是要送谁家？哥哥，谁叫像我的上欺我呀？哎，眼的人听见，根本真的缺噻。那倒不还说两位的？哎，那爸爸，他这闲话是虚着他一声。好，用家老相公要的。哦，这老相公要的。是啊。他就是小米那个干。谁叫一看我个来老生气，奇葩，像下午才吃的那一个。我就像个电奴了，教师不自理，可是你叫汉个。那么这样想，阿三奴电奴不欢喜，生命危险讲来，我随手不弄什么，屋里向哭的这个阿哥没法子死个噻，跟你叫哪个下去？三奴等那给大事再擦擦，还有个三奴要3倍，不自理多了，3倍了啦，可是个三奴真的飞黄腾达，他对皇上谁不出之法？那爸爸，还这个嘛，听到了讲过来谈谈嘛，走吧。愿听老相公，西藏真听见听不中有的音律。一生带水么胡家，2斤1块，今朝口上是有儿子的，要紧达到这个女人不比。哎呀，老相公啊，你想听什么吧？谁在此地？估计上灯空的那么长手里。咦，这你坐了上灯了，我在这病毛病那个坐了让收上，这来联系来，听着吧，听着吧。刚刚手里面在还在听见异响，狮子狼上头，哇哎呦好了，这为什么？别紧讲，别好，别紧讲，别好，就像一个狮子一样。那个人狮子还不要好了，不要蹦出来不得2只逆光的。别紧讲，别好呢。我是里边都开了黑呀。哦，这个人刚才那这样讲，那49开了那么我不好的呀。哦，一个狮子，别紧，大相公啊，听见说你可以带着娘给大娘哇？对
本来不是。少大姑娘家。啥人都。我从上过山东的来，我来这个来生生家。现在。我生气，来这个来多少贵人家？那是吧？读书最富上有，不但要行业。来，这对不会是句我老弟，大娘。做什么生意啊？你猜什么？你猜？我怎么猜？我来讲不上我可以问呐。哦。因为别猜完，猜到最上给。头上去要画笔的了。哦。哎，我不跟我两张眼睛吗？那再看来山东的。哦，马球队给。哪能吃个马球队嘞？我是的。我不是。哦耶，对给马球队不是我本人呗。哦，那么现在在哪？哦，开大宾店给。哎呀，那么都开大宾店，又不是。也不对，我也再给。开大宾店不上清爽这样子，是嘞。哦，那么现在在哪？哦。三相公啊，来做几日生意不？谁几日生意吧？比马球队是还得多。大娘，怎样这些？哎呀，蓝相公啊。几日没山东做菜呀？我来这个男生来做几日海青了，还嘛是做几日生意个嘞？对。李大正这位现在，哦，因为我身上想做几日海青的做几日生意，世界上我真正要做啥子讲，不至于一句谎言没啥子。来开模样店呢，记住什么事？开队伍店嘛，面孔上贴张队伍仪，贴两天嘛队上包个鼓，500个钟事体。后上就要么拉倒，百里猜中。阿三，帮我猜着的，可是蓝相公啊，你吃了早饭好好写这个。是在哪里？在吃龙湾。有俺们布置样子，真见得。哎呀，马前头从山东看见谁是那飞头的呀？哦。哎，我进去水上打了写这个呀。百里猜中。阿三，也猜着的呢。阿娘。哎，蓝相公，像你手中的滚滚，可是要送人家。是呀，又是遇着俺一三个，这个山头不成弄的。啊？我不还做事的。哪一个的？是娘给我三个呀。那么你拿完了往拖别人家不吃子吧？不是男人哪还都吃？哦，你家兄嫂。哎，俺给我三个。那么又是遇着俺啥也不退呀？哦。哎。但不知你家兄嫂有多少儿女？哥哥，听见门个上哎呦，我才叫眼里去叫过来，上有多少家？通光是俺一家文写得来个了呀。是这个上哎，我你不肯言讲，有心这个人不肯跟俺说，哦，那么儿子本我娘这么些事不肯，那么哪晓得对不对？为什么有人个桩事体？我看个老相公身长不耍人家没事，电脑去不会吃苦。大相公啊，耍个几个电脑家，阿哥阿三现在喂养不够，电脑都要参与的嘞，都已经上做堂子呀。再我那隔壁乡都不行，给不来他们这做呼吸也不得力呀。哎，这个说起来，这个小人我保住欺负要紧，牛来是。大相公没有去为啥呀？李家正带你哥哥耍点手，让我弄俺不。那么你用不到老实讲，来吓死一声。是现在我耍点手，让我身子没的。那你实际等些高低好毕业的，人家就不肯哈手。贫富一男不女。哦，你不见人家？哎呀，你哥哥带等着夫妻，这个啊，我来去问他娘阿三，现在可不去嘛，阿三还要做事的了。你什么东西啊？好。不是见那么伟大理想。阿三。老板娘好的嘞，姑娘。你到啥人讲讲讲？你个山东哎呀，个声音破得来歪着的呀。山东天就看人家。啥地讲？那刚才侬让他来讲，阿是，那给发火气了，做了好东家无理了。我说该讲我来拖拖人，见侬不出这地方，直接不来听见呀。哦。你得一个呀。来呀哥，你让你白子去娘。白子去着，阿哥现在发吃正在里士兵还在门见侬干，根本我背不出来。你大哥问我。我你要是给。老大是讲刚刚我忙事。哎，你专门讲大文，那么阿哥没法来去吃啊。那么见侬身体不太灵。哎。这个虽然我送他咋不记得个啊？怎么难讲？是不是干脆两铜钿关？你说的这喊了个吃点就是少个铜钿讲。你这过来买了个东西，把人搞厌了。我不是真正家穷，我有铜钿，我带这两点坑的，你让你白子去走啊？这是个家，买了别把人家有的做委屈吃这个种电脑中间，就要去不带了还啊。再过来不要带去两。是也得铜钿关。
姑娘，我们来喊你拿出4包东西出来嘛。说的这个你别去过来，来高点别过，国民党主管来去说啊，高点我来去讲。小龙江，高点出不这个人家别讲。哦，这么个。姐，你去我妈那出米嘛，等你让你白。你那专门是干了完了，把之前都送进回去了。喂，老家公啊，知道你阿三也讲了，阿三今天是送给你老家公考个30点都不去实在，也可以答应呀。哦。哎，这个我呢有一啥闲话不大好听。什么玩意儿？那这个也担心那个老娘东的。哦，西藏镇带的哥哥那个句都是成都是俺中华为宝宝，但不是要多少原谅。这叫听说么子？理想4不同的外头讲人子，才被我几句话了后，还有个高低的菜，是这些吧？沟通光哪个线路？看毛病将来做生意，才赚得起包的。是的，同胞，这个来靠你在非而已必拒绝。哥们呐，让我来是个活了鬼子，对的聪明是对聪明。哎呀，老相公啊，你们不是到高里面当妹妹是给儿子来？那毛头毛女你还是第一趟。少年也只要冒犯了，我们不个中意。哦。那么毛头们人不是你给儿子？哎呦，为是你。那么呢，就是太高位高么哪位人想个呀？那么现在俺吧，少起点。请个不开口的来做这个中音吧。不开口，我知。要么说账，不要说账得让，那么还讲几句话的。难道哑巴？真的，我真难弄得听啥？你们去弄过称，先侬把他来的称一称，先侬就分两的银子，成为你些活送，这一物啊！哦，哎，先侬要称几活动我银子，成为你都去过，这一物对一物。这皮匠之前我这个先都带口我不抓马得起啊！这啥的弄水里向个先侬一口嘛。鼓上去，胖丁中10斤，10斤没有862银子。来，他要向我为他对的。我那实际上是马个些人为中心我对的，清补2岁幸福，银子是马在地不说。哎呀，为家不来是讲，欲行后人不人家那马自家个骨肉的口袋是俺来为家，2岁幸。那么唐诗马不进来不能开嘴。来说明人家居然也痛个心，来自家这个老大说哦，西安奴是的哈，这2东西也多，是吧？我走去到你屋里向商量去啊，这个等下不回应不能，来这个样子，来中国不能够一比，不能伤心。那么中国要马嘛落得漂亮，大娘，知道你是意不归。来，这么不要这个，那么你带里向去什么？好，当然门口里面毛头毛女嘛在这。人家离了事业比较的，干嘛老是搞一进来口口声来？而先是心。他这个毛巾顶啥？白子见都在里向去。其他都是他的兄弟。关键了，给我人西人了，把他那些跟顶起，口里称称，家母的啊，再顶顶接2年前有接去的，3人我来要准备，你多少得多，马虎的再顶顶接来。西人了，把大屁股要进来让跟进来，还有个老板娘在让里向等。姑娘，俺刚还在家。你的4不同的，我打你讲给。我说那先侬把他来里称，先侬就本两么成为你叫个人子。你说一个这样不举。先侬把他来里称，先侬几活动侬人子成为你几活？来为还不举啊？是啊。哎呀，姑娘。可当今年也把到这个吃资料里头吧。那天天你看天天的呀。是因为必不举啊？是啊，不举啊。哎呀，别动你挪来是他怕都弄家是吧？哎呀，姑娘。我们家也趁个辰光，胸口里打里10块周的了。是的，这来个呀，妹妹子。他兄弟呀。小啊。我们家没这样吧？再拿起棉头来。啥些？是刚的紧紧抓点舌头呀。这个生命噻。不来这个。不来个。哎呀，姑娘。我也刚刚不来补车上，实在要4两送走。哎呀，阿三，那你那种人个也没4把东西，也没一张甩手了，孩子。你这样子，我来吃吃啊。但是呢，我不是。这样子。一口么敌人来把心来，眼睛去弄上来，你要跟什么来长比，这些弄的更多的这个，弄一股秤过来。喂，老爸爸。哎呀，大姐。那给过去么16两整体的。好。我是生开子来到外头去干哈嘞？发财嘛来当大头。哎呦，这个毛线才这个大。好。那么你要称着。嗯。这白白嘛我变。
你怎么不得噻？来嘛不是噻？你怎么老是一单成了开噻？哎呀，你离空嘛噻？哎呀，还挺离空嘛了，这个马身的，打空嘛，这身子还挺老对了，成头是了。你看看子啊，电脑来了一方面也真诚。那爸爸，那你看呐，给他们点火，给他们动火的，一斤两斤，斤七不举，哦，给他一两，举肉两，那，那个1碗2对饼，1碗2对饼啊。成都要话我来为还1碗2对饼，来呀，关键我家务的别顶顶见。哎呀呀，放下来呀！举肉两啊，陈汉可是一人举到外头去。他来呀，他们是2种好收入，这中那一收就是你的也不走。150两银子，150两银子，一口袋还给个女人带了浪出来的呀。喂，老相公啊，分两个真快噻。举斤6两。150两分银。150是。啊，对了，还讲，这个女的也不走，他可而且150两，比这个里向花几两着，可是身子方不习惯，太背不起。那么哪里？到北上河去托人收一收口，但是不合适的呀，内卫人的呀，吃个好呀。哎呀，老相公啊，老生真该死呀！你这种啊半年了，分3杯茶不能吃，这个我来去派点茶不能吃，我来去派点茶啊。这种光派茶噻，银子什么都口上去里不大都相信，可是难瓜。你妈那是要这个，背个老大师，谁是非神了？还是要听在讲电脑有方面领多少，吃来不得来胡子，送一起到南河地里来听么泥地上，一头么泥地上不了浪，3地上了。喂，3地上。我在这啊。哎，小天。泥地上呢？去灯看的吧。灯看的。你啥天？怎么不去？我不要泥地上。啊，这也毛车子啊。真的。上面称地理性。是个呀。啥天？你是年的啥天？你想在泥地上，泥地上这1米，为什么3边上交通力就是交通力？真正500米上到了泥地上，马上跟什么他走来不理当，所以你3边上要拖泥地上，我不让你们拿，你个米浪真的呀，这是啥？你是年啥天？啥你们拖子没吧？啥天？你是年毛的啥么子？不是嘛么子呀，想从你手指长。手臂长？这个用不了泥地上3地上玩手的。是呀，一样的。你毛啥么子了？这个我一样么子，举斤6两送。举斤了，你这是不太富说的。是个。说的举斤6两，叫200的。毛啥么子？你毛啥么子？啊，没在西瓜里，这个一样么子举斤6两送。一样么子举斤6两送。那么收银子收1碗对1碗，举好银子没再试试看。银子1碗对1碗，举斤6两。来试试看。用不到手。用不到手。150两银子。1磅啊。1磅。到了就放对15分到。这个没收过这个单啊。姐，他这个呀150两银子不会错呀。没收有收不了金钱的呀。哎呀，这个用不到手，这个150我爸爸骗你。没有收不了这个单啊。以前那个新辰光个灯看满一走来。哦哟。哎呀。哦哟，飞天。你知道我等着呢呀。等我吧。等着那些噻。你要打一仗了，我马上他不能。你知道吗？把我们上半夜长时间打掉。是个呀，是的。啥听？他那手臂长呀。你赶紧我手讲。我们来这爱护的。一样么子。毛啥么子？举斤6两。举斤6两。那么收银子收1碗对1碗，我那时候收个几货。举斤6两银子收1碗对1碗。一天中逢定1日，183两。对的。你要是拿掉出来1磅上，这30几两的呢。来兄，那个头名叫南老师，183，举斤6两，举账15分肉。我们那10斤几货，10斤么100箩，那么举斤6两分满10斤么南老师183呢？再来一杯口。你再试试看呀。你家个手部只拿飞不起的，这样么是几货送啊？举斤6两。举斤6两哎，银子收1碗对1碗。弄错个，刚弄错个，拿袋子。这话。120两。120两。再来一张。那兄弟讲你拿的，拿了是120两，连口娘是120两。
十斤一百落，你现在分不得9斤落的呀？跟那叫做汽车是2斤货了，俺这一帮了。一帮，哎，这个手不要用不到，这一帮还不错，这一帮，一帮。哎呀，你的啥？我在做你们来手一帮站来，手干你的啥？不错。不是我们混这个在，还真叫混这个。那不错的，眼睛来好在让所给你们围住嘞。哎呀，老相公啊，这做给一帮是两对的呀。老子的来在刚不能听得到，特别去害不人家。大概要付银子么讲，出来最不想马外领着俺付银子，领一帮是两，另一帮预备来骂你。一门老爸爸们最大你2人，根本哪能管？这个，小奴妹妹叫做非付你俩。等下侬130两的来么把小奴收起，哪里都送大礼呀？老相公。如今我们媳妇20两婚姻，小丁丁出130两当是把公公哎。没好啊，根本都来个，真正农村都个，根本也是喂。好，再见。叫说等到南村么的已经拿银子拿进来门关好，老板娘看不起俺人公姑娘。阿三，俺是的家。是的多啊。哦。你这银子打得不多了，妈。2两作为定地的，等于侬130两来嘛，我个哥办得起。俺忘个2两银子，总之让有的。姑娘，你搞孩子吧。姑娘。阿三。这样弄这个2两银子，等你打高这样是私房子。是的，这个。等到130两的来么神堂，都阿哥给个么你私房子。对啊，是的，这个。俺哥没了哪晓得跟去讲我弄个什么东西。阿哥发个去哪么的晓得讲。我听来中国呀。家里面难不是我不想不的哪么的晓得。不够的呀！娘不要靠近来挪吧。那是说该主动的是啥么意思？那是不提你是能马子。哥哥。但是你该打来我晓得了，你那是衣裳衫当光彩，不要靠近来挪子吧。这我不错，我怎么当然听得这句话，根本不提你知道了。我当然还在我挪子。两高的妖精抗议他们这个是死亡，分家的西藏郑州去挪小挪马到屋里向么理是开心的，那有一个人倒霉。身方是警察，要冤枉的气不通改，三娘娘心方。